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习近平指出，中俄建交30多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坚定有力支持。去年5月，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取得积极进展。中方赞赏俄方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做心心相印的好兄弟，互利共赢的好伙伴，维护公平正义的好朋友。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等倡议和机制平台，深化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合作，助力俄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俄对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看法相近，中方愿同俄方保持协调配合，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致力于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伊萨亚斯表示，我57年前首次到访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亲眼见证了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举足轻重，日益成为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力量。俄中关系历史深厚，友谊牢固，合作良好，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共识。同中国的合作正在并将继续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实现发展，抵制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在国际上获得平等和尊严。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俄方希望同中方深化能源、基础设施、海洋等领域合作。非中合作对国际对非合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俄方祝愿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取得成功，助力非洲国家克服挑战困难，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实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福全体非洲人民。峰会期间，中俄双方签署农业、广播电视等领域双边合作文